你有冇諗過癌症嘅本質唔係基因突變，而係一種代謝性疾病？呢句唔係網上嘅傳言，癌症唔係基因突變，而係細胞代謝出事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讀懂癌症。我哋會用最簡單嘅講法去讀最有價值嘅健康書。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係2012年出版嘅。呢本書顛覆咗過去幾十年醫學界對於癌症嘅理解。佢話癌症唔係基因突變，而係細胞代謝出事。背後嘅根基其實源自於更早嘅德國生物學家。佢早起於1920年代已經發現，幾乎所有嘅癌細胞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即使有氧氣，癌細胞都只靠葡萄糖發酵產能。而 Seyfried 教授就發現咗呢一個現象，並發展成一個完整嘅理論框架。佢喺書入邊話，癌症係一種代謝疾病，係由線粒體功能障礙引起。線粒體就好似細胞入邊嘅發電廠，當佢壞咗，細胞就會轉用低效嘅方式產能，即係糖解。呢個現象即係所謂嘅華寶效應。而係理論嘅核心，癌細胞並非單純壞咗或者變異咗嘅細胞，而係線粒體受損之後，係為咗生存而改變咗能量代謝嘅細胞。Seyfried 教授就指出，癌細胞其實係一種適應性生物，當線粒體受損之後，佢哋就會失去咗用氧氣產能嘅能力，只可以靠糖發酵生存。但問題係呢種方法低效能得嚟，仲會產生大量嘅乳酸，令周圍環境乳酸化，幫助仲有更加容易擴散。佢引用咗一個驚人嘅數據，幾乎所有實驗都觀察到癌細胞都有明顯嘅線粒體結構異常，而且糖代謝速度比正常細胞高於10倍。換句話講，癌細胞其實係食糖怪獸，所以控制糖分就等於斷咗癌細胞嘅命根。Seyfried 教授嘅觀點，基因變異唔係起因，而係結果。傳統科學界相信癌症係由 DNA 突變開始，但係教授仲用咗好多樣研究去證明，其實 DNA 突變係代謝失衡嘅結果，而唔係源頭。佢提出一個震撼嘅實驗，將癌細胞核移植到健康細胞入邊，結果顯示健康細胞仍然都可以正常分裂，但係將一個健康嘅細胞核放咗一個壞咗嘅細胞質入邊，細胞就會開始癌變。換句話講，關鍵唔係 DNA， 而係細胞嘅能量工廠線粒體。呢個實驗改寫咗醫學界對於癌症起源嘅定義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如果癌症只係代謝病嘅話，咁我哋係咪可以用調整能量系統嚟控制癌症？換句話講，即係靠飲食、斷食、代謝干擾都可能係一個治療嘅方向。書中有提到，從基因醫學回歸返能量醫學。教授直言，現代醫學可能走錯咗方向。過去幾十年投資咗無數嘅資金喺基因研究同埋標靶藥，但係癌症整體嘅死亡率都冇明顯嘅下降。佢就話，真正嘅突破唔係再開新藥，而係修復能量代謝。用數據嚟講，美國自1970年代以嚟，喺癌症治療成本上升咗超過400%，但係喺5年生存率只係改善咗5至10%。相反，動物實驗顯示，透過低糖加高脂嘅控制飲食代謝，腫瘤嘅生長率降低咗40至70%。呢個結果令到醫學界不得不重新審視，癌症可能真係一場能量戰爭。癌症根本就唔係基因病，而係代謝失衡。咁問題就係，如果病根係能量出事，咁我哋係咪就可以透過改變能量來源嚟干擾我哋嘅病情？書入邊又講到，教授提出咗一個震撼嘅方向，代謝療法 （Metabolic Therapy） 以營養調控癌症存亡。作者提出咗第一個原則，生酮飲食。佢話癌細胞最中意糖，因為線粒體壞咗，佢哋只可以靠糖嚟發酵生存。但係如果我哋飲食之中斷糖嘅話，改用脂肪嚟做能量來源，身體就會產生一種叫酮體嘅分子，健康細胞就可以用酮體產能，但係癌細胞就唔得。Seyfried 教授就形容得好有形象，生酮飲食就可以切斷咗癌細胞嘅電線，但係健康細胞仲有後備電源。佢引用咗動物實驗嘅數據顯示，透過生酮飲食結合咗低糖控制，腫瘤體積平均縮小咗50% 以上。第二個原則，間歇性斷食。佢話，當身體長時間處於一個斷食狀態，胰島素同埋血糖水平會下降，癌細胞嘅糧食供應就會被切斷，同時健康細胞就會進入咗一個修復模式。佢稱之為呢個機制為代謝靈活性 （Metabolic Flexibility），即係話健康細胞係識得喺冇糖嘅時候切換咗用脂肪嚟產能，但癌細胞就冇呢個能力。簡單啲講，斷食唔係想餓死你，而係想餓死啲癌細胞。第三個原則，
營養限制加低蛋白，尤其係精氨酸。Seyfried 教授就發現有啲氨基酸，例如精氨酸、谷氨酸，係腫瘤增長嘅燃料來源，所以佢建議控制高蛋白飲食，特別係動物蛋白比例，同時提高蔬菜嘅攝取率，減低氧化壓力。佢講得好清楚，營養控制唔係極端節食，而係精準調節供應。第4個原則，提高氧化壓力，攻擊癌細胞。癌細胞本身嘅抗氧化力低，所以教授就提出咗雙重策略，一邊減糖令到佢缺乏能量，一邊提供氧化壓力令佢無法修復。例如結合咗高壓氧治療同生酮飲食，可以進一步削弱癌細胞生存嘅能力。佢喺書中總結咗一個金句：壓住佢嘅能源，再擊中佢嘅弱點。書中整理咗超過50個臨床同埋動物嘅研究，顯示生酮同埋間歇斷食嘅配合使用，可以令到腫瘤嘅生長速度降低咗56%至90%。佢仲要引用咗個真實嘅案例，一名52歲老瘤患者接受咗傳統嘅化療後都冇明顯嘅改善，但係改用咗生酮飲食3個月之後，MRI 顯示咗腫瘤縮小咗22%，而病人嘅整體精神、睡眠、血糖都有明顯嘅改善。Seyfried 教授嘅終極觀點：癌症唔一定要靠藥物打敗，而係令身體重新奪回一個能量控制權。佢相信代謝治療唔係取替傳統療法，而係根治策略，因為要修復線粒體、穩固能量代謝，細胞自然會恢復正常信號，癌細胞就冇辦法繼續擴散。想打低癌症，唔應該淨係靠化療去揸，而係切斷佢嘅糧草。傳統嘅醫學係直接去打仗，而代謝醫學就係圍牆斷糧。聽到呢度，你會唔會諗，咁多年嘅醫學研究會唔會真係行錯咗方向？其實答案一直喺我哋嘅日常飲食裏邊。癌症唔係突然間出現嘅，而係一個長期代謝嘅出錯。而每一次選擇食咩、點休息、點面對壓力，都係你身體重新奪回控制權嘅機會。如果你都覺得應該用更加科學、可持續方法理解癌症，記得訂閱我哋讀懂癌症，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， 我哋周不時會分享健康嘅資訊。透過閱讀，我哋唔單止讀懂咗一本書，而係學識咗點樣讀懂自己嘅身體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